嘉义县的布袋戏团三麦堂，即马当咧埔子水道头文创聚落举办着电影布袋戏红爱展览，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拉长，我讲一次哦，渐渐，二人风上一场无可能胜利的决斗。配音的老师教念口白爱加重的所在，用红字标出来，后来工作坊的民众知影布袋戏配音的美感。世界所有国家，单啊台湾的这个戏剧，这个布袋的这个口碑是为一个人为省大情外丑所以来就是来一个人来完成啦。借重这样子的布袋戏的戏曲啊，去了解这样子很美的传统的台语的文化，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三麦堂为5月7日开始，一直到6月2日，伫埔子水道头文创聚落举办电影红爱展览，逐礼拜还有免费的课程，要互民众会当为头到尾来了解布袋戏电影所有的工课。在每个周末就会有举办像口白啊、超偶啊、拍摄技术啊、现场拍摄，还有搭台、布景、后置这么多的这个教学，让大家免费来参加。除了电影红爱展览，三麦堂嘛公开放送柔情似水后半集的电影画面。三麦堂表示，开2档的时间总算完成电影的结局。暗算5月28日，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公开放送，希望互嘉义布袋戏文化的民众会当看到因努力的成果。记者林慧玲，嘉义报道。